又灭了。家里的床单实在太脏了，趁我今天有空把它们全换了，这样就能干干净净的了。哎，真干净，我特别满意。昨天洗完这个忘往进拿了，冻得刚刚的。牛也捏好了，不太喜欢它，前2天刚给我顶了，给它捏的丑点。特别好看。